来看较强壮的哦，亚摆九合一选举系台湾地方自治第4号规模青态的选举，各地候选人都上忙的来措施宣传。主题由精彩的政见发表，有涵盖下准备的美食，每一道民众当其他的。伫桃园就有候选人抢的专业的厨师，高配合自工证的中央做下。伫亚选举期间，当日都无限定爱煮3项料理哦，有炒米粉、控肉、韩国咸菜汤。一道厨师就讲，希望伫亚嘅选举期间，民众食得到好食的客家美食，对推广客家文化，未算是动态的贡献。 现在都是我每天早上到。早晨7點搶菜送過來，負責做客嘅人撈總鋪無限嘅撈自工合作，洗菜、炒米粉、撈處理豬肉，希望喺早晨11點以前做好客家散步串點，撈炒米粉、控肉、撈鹹菜湯，送到候選人總鋪。盤作總鋪講，選舉期間係出得每亞做好事嘅就是以外最無限嘅時間，尤其係產出最入名嘅客家菜，無論到哪都係最受歡迎嘅菜色。 哦，到武漢了，像個因控肉會炸700-800斤啊！啊，咱像個雙十節間，進前總部和成立吼，會炸800斤嘅豬肉啊！ 負責做下前途嘅人講，禮拜9合一選舉當激烈，各候選人門前選民會未當多，啲會後嘅串點未係當選民當起態嘅。不過立波是按問題硬多，佢哋未當傷腦筋，為到愛顧好品質，佢哋對豬肉、托菜、湯肉了到都當講究，韓國硬多自貢天數，所以來到簡單嘅美食，民眾食過都當懊惱。就是用控肉、酸菜湯跟炒米粉，啊，還有給這些鄉親來享用，不像其他候選人都是買現成的哈，那品質沒辦法控管。那我們的品質是堅持第一的。講到講安尼客家人當驕傲啊哈，講安尼客家的東西哈，所以食到大家講要食到客家模樣嘅。 自貢媽媽講，近排做好嘅菜搬到會場，看到民眾是搶，新冠度嘅壓力就冇睇咧。總鋪未講，大幫硬到選舉嘅法通，我強做緊嘅人未做得食到客家美食，也應該未係享受客家文化最好嘅機會。客家新聞羅恩達，桃園報道。